中秋连续假期期间，就名称这个马来貘的这个囝叫魔法岛，无法度开始甲大家见面。即马这个细节无法度呢，才40天尔，规身躯拢是顿点甲一条一条的绳，都袂输是穿囡仔衫共款，看起来真古锥。就等你慢慢大只了后，就会变成这个马来貘乌甲白专属的模样。为了好这民众会使看到这个无法度穿囡仔衫的情形，为今日就开始，只要是好天，这个无法度就会甲这个因老母呢去室外去晒日头，是要做伙看无法度穿囡仔衫模样的，就做伙把握这个时间。无法度，赶紧走去对伫妈妈茉莉边啊！一开始到室外有淡薄紧张，不过不要紧，妈妈伫咧就袂惊。对妈妈四个行，才酸酸的，遐片片的，酸食水才上花。今仔日开始，动物名册无法度正式和大家见面。不过因为无法度还真细汉，需要好好困。第一天登场，拢先伫较凉的所在休困。其实他早上刚喝完奶，大概9点多的时候，所以喝完，你知道宝宝喝完就准备睡觉了，所以他其实就一直都在休息的状态。虽然无法度一直真爱困，咪伫较凉的所在困，不过伊身躯顶的条纹也是真吓人，因为即马拄满40天，规身躯也是条纹和斑点。但伊豆豆啊大汉，才会变做黑色甲白色的模样。一透早嘛有家长带囡仔要来看古锥的魔法度。这我就是样子看起来是大象的头，但是它的身体就是像河马一样，很像马。很像马。那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马拉豆。囡仔当言当语，甲古锥的大名册和其他的动物相做伙，不过看到魔法度，心情就真好。想要看到限定期间才有的魔法度的花色，大朋友和小朋友爱好好把握机会。